高雄总营有一间健身房，因为运动的声音和楼骹的店家是定定起冤家。昨下晡，厝边店家来理论，身躯穿的夹仔有秀零仔分局的字。店家佫讲，健身房若佫有噪音，就袂甲上班。佫放调讲警察是伊的细汉。警方表示，假做警察的身份涉犯刑法，上重会当判关3年。因为你叫那些1年，他还是不能说什么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属下。穿白衫的查甫人第2天来到3楼这间健身房，发现到店员报警察了后是真不满，佮呛声讲警方拢是伊的部下，报案嘛无效。我先到背心啊，要不要看一下我他们报案讲说我在恐吓。你会怕警察吗？这个查甫人上尾一间出现，身躯顶佮穿那像是警用的夹仔，头前写手是顾问，后壁佮有秀零仔分局。放调讲若是佮有噪音，特别找警察队来甲因上班。健身房就赶紧报案，而且提告恐吓。我们抬头看他的背心，然后就说他不会怕我们报警啊。本案行为涉及刑法第158条，冒充公务人员而行使其职权者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经过查证，这个查甫人不是警察，警方正在调查是安怎穿分局的夹。那假做是警察，恐惊会犯到刑法，上重爱关3档。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是警察，你们既然已经报警了，还说我们乱说我们恐吓，那我们也一起找警察来。受到指控的店头家娘第一时间就否认因假做是警察的代志，而且嘛反过头来指控健身房一冬来拢直直咧发出噪音，安怎讲拢讲袂听。店头提供影像，强调健身房的噪音比音乐更较大声，害因的员工拢得爱挂耳机来上班。环保局表示，营业场所有噪音的规范，只要日时超过67分贝就算超标。若是复杂无改善，上重会当罚3万块。也若类似咧走咧跳这寡妨害到生活安宁的噪音，无法度去测量，就要由警察机关依法规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